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大目新娘找无走，这个意思是讲一个人连眼前的大目标都拢看无，这有口舌的意思。这句俗语所讲的大目新娘，唔是讲新娘目睭真大蕊，是讲新娘目睭无金。叫人做新妇入去灶骹穿衫长，这是一件真自然的代志。是讲新环境难免无熟悉，碗盘猪放伫倒位，当然爱了解一摆才会知。要不过你来连早年灶骹的灶一座遮大座都拢看无，表示分心的程度有较含。先头专家讲，上愈做的人头壳好，真灵活，一心多用，较够分心。最慢做人做代志的时，会想到后一步要安怎做，颠倒袂记即马正咧做的代志。下手做人，这个个性较急，比较较复杂的代志，叫因用心去完成，有较困难。今日即讲俗语是大目新娘找无走。